后来继续正大消息来看，立委齐卡森展出了一份机密的文件，是咱的外交部甲捷克这个国家的卫星科技院所签订的一份1000万的援助乌克兰的合约。啊，这个合约讲爱摕1000万的30%至40%来采买到台湾制造的产品，但是招标的方式并无公开透明。啊，外交部是出面来驳回，讲这是齐卡森咧造假。另外，台湾基进党一透早嘛到台北地检署告这个齐卡森泄露国防机密。啊，齐卡森是再一次来强调讲，家己并无对不起国家。台湾基进秘书长吴欣台告发国民党立委齐卡森泄露国防的秘密。自己这个涉嫌诈欺跟图利厂商的这些事情，案子这么多都还没有解决，结果现在为了转移媒体的焦点，竟然滥用自己的立委职权。呛声齐卡森爱处理好家内事，因为前一天下晡，伊伫咧镜头前公布外交部甲捷克签订的医疗 MOU。全部都是密件，要到122年的12月31号才解密。用便条纸甲机密拢掩起来。齐卡森表示，金额1000万美金的援助汇款执行的不是捷克政府，是民营公司捷克卫生科技院。负责人甲捷克政党的关系真好，善款有可能摕去别位来用。另外，合约内底嘛表明3到4成医材爱向台湾来采购，不过相关的招标细节却无讲清楚。监督政府让他们不要用密账去乱花钱，我心安理得。我不是为了我个人的私利，也没有背叛我最爱的中华民国。民进党立委批评讲泄露机密会阻碍台湾的外交发展，外交部嘛发文讲齐卡森是造假。本案涉及泄露公务机密的一事，将准备采取法律行动因应。徐巧芯委员臆测想象，穿凿附会。刻意误导外界，立法委员依法可以开机密会议、秘密询问，可以进行处理跟了解。有人不这么做，却把它公开丢出来，有这样子处理，共谍大概要失业了吧？因为大哥翁仔某的洗钱案已经是幕幕收，即马齐卡森阁公开外交的机密，阁再引起讨论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